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4月10日，一位母親。歡迎收聽每日箴言。我哋今日聽一段嘅聖經先啦。馬太福音嘅第20章20至到28節。那時，西比太兒子的母親同他2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穌說：你要什麼呢？他說：願你叫我這2個兒子在你國裏，一個坐在你右邊，一個坐在你左邊。耶穌回答說：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。我將要喝的杯，你們能喝嗎？他們說：我們能。耶穌說：我所喝的杯，你們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賜的，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，就賜給誰。那10個門徒聽見，就惱怒他們弟兄2人。耶穌叫了他們來說：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，有大臣操權束管他們，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。你們中間誰願為大，就必作你們的用人；誰願為首，就必作你們的僕人。正如人子來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。我哋好容易去批判呢一位嚟揾耶穌嘅母親，覺得佢嘅要求實在太離譜啦。我哋可能就會問：佢以為自己係邊一位啊？又或者佢以為佢2個仔有幾咁重要咩？當然，佢哋係耶穌最親密嘅2位門徒。喺馬太福音第4章都有提到，佢哋就係雅各同埋約翰。但係呢個媽媽嘅要求似乎都係太過分啦。我哋亦都好容易理解其他門徒嘅憤怒。佢哋同耶穌一齊已經有好幾年，佢哋一齊學習啦、醫病啦、四處嚟到遊走，做各樣佢哋可能從來未諗過會一齊做嘅事。但係而家呢，雅各同埋約翰嘅母親呢嚟到求耶穌，使佢呢2個兒子能夠高人一等。我好懷疑呢，雅各同埋約翰係咪會為呢一件事一直感到好難堪呢？但係喺我哋批評呢位母親或者係佢嘅兒子之前呢，重要嘅係要緊緊記住呢一個問題，促使耶穌講授咗呢一課，就喺耶穌嘅國度裏，重要嘅唔係邊個居首位或者做最好嘅，而係要做到最後嘅同埋最少嘅。重要嘅係去服侍人，並且為其他人嘅好處而捨棄所有。呢個根本就唔符合常理，但係呢個就係耶穌所要做噶啦，亦都係跟隨耶穌嘅人，包括我哋所需要做噶啦。謙卑嘅上帝啊，請幫助我哋將其他人放喺首位，幫助我哋去服侍其他人，幫助我哋唔好只係為自己，亦都為眾人尋求你嘅國度。請幫助我哋為咗你嚟到跟隨你。阿門。你而家收聽嘅係普世佳音嘅靈修節目《每日箴言》，係由高飛揚傳播製作。